我住3樓，李澤鉅同黃麗喬住2樓，孫仔孫女就住1樓。最底層就係機房、車庫同埋室內康樂設施。呢種佈局唔係隨隨便便定嘅，係按長幼有序來。我哋潮汕人最講究呢樣嘢。大仔李澤鉅同二仔李澤楷個個都係喺呢度出世㗎，但係當年設計嘅時候並冇預留地方俾李澤楷同佢3個仔居住。喺2006年嘅時候，我向屋宇署申請重建呢棟大屋，高達8億嘅重建費用，大部分都使喺安全設施上邊。全屋採用防彈玻璃，牆身特登起得好厚，仲設有安全屋，入邊裝埋鋼門，萬一遇上危險，起碼可以抵擋幾個鐘嘅襲擊。仲要全屋裝換閉路電視，全方位監察大宅四周嘅情況，務求保障屋企人嘅安全。屋入邊仲有升降機直達各層，出入好方便。大宅天台仲設計成一個獨立天台，冇樓梯通往大宅各層，目的就係慎防不法之徒從天台潛入。因為我一直都想擁有私人泳池，所以除咗一個露天泳池之外，最底層仲另建有一個室內泳池。今年8月份嘅時候，網上傳話我以50億放售呢棟豪宅，後來我叫李澤鉅出面發表聲明，先至澄清咗呢個傳聞。